我们在上课之前我们评委亲子读经班，我们谢讲师有准备一段影片先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那影片的内容后续也不知道了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灵气很强，真的亮。
续的播放给大家看哈。那大家呢今天来到这边有看到很多穿黄色制服的，有没有？有。这应该是我们田尾读经班的伙伴是吧？好，那我们这边超市这里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那个今天有带小朋友的，如果有小朋友，我们现在有小天使班，小天使班，如果小朋友也觉得坐在这里，你觉得这个我听不懂，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好好安静的坐着，那我们小天使班在后学的右手边，在全班这些教室靠近那个我们的洗手间这边的教室，那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大哥哥在那边陪伴大家，小天使。那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或许希望我们今天来上课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跟品质。那希望大家手机可以关静音或者是震动。如果你想要清静一天，你也可以把它关机。我们既然来到这边学习了，大家可以让它学习放下，对不对？好，那第三点呢，来这边的伙伴应该都知道我们的环境，当然或许是报告给我们这些第一次来的田尾读经班的伙伴知道，我们这边呢，如果要到洗手间的话，我们坤道是在后学的右手边，右手边走，然后右转到底。那前道在左后方，楼梯间那边，好。那我们这边还有福利社，如果休息时间，我们现在福利社又重新开幕，那福利社里面还有蛮多东西可以选择，那大家也可以休息时间再上去，还有中午的午休时间也可以。好，那既然呢，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或许也希望大家可以呢，不管你今天是很想自己很愿意来学习的，或者是说，就被邀请到了，半推半就的，甚至有的可能说，我给他来冲香烟，或许会有这样的心情。那或许希望，既然呢，来到我们常常说，来到了这个宝山，我们要空手而回，对不对？那既然来这边了，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放下，不管你是对读经这一块有没有经验，或者有没有参与。我们今天以读经，然后我们这位讲师呢，他读经又推广到，他还在国外，很多开荒然后办道，然后甚至还办读经班，道路办得非常好。所以说读经这一块可以对我们的道路是有红展的。很多浅会觉得说，读经跟校园的感情，其实不然的。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让我们自己聆听这位讲师呢，他今天帮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还有这些经验。那我们先开班，大众起立，新意义和读经教育推广研习刚开始，前套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请坐下。那我们开班之时呢，因为我们前面之前的人都出国，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研点讲师来帮我们开班致辞，大众起立。请研讲师慈悲前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老师好。老师好。先请坐。感谢天天师的那感谢谢讲师谢大哥那感谢这个读经班的前伙伴来替我们议和帮我们这个补上也感谢各位前能够拨空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参加今天的读经师资的培训，或许公益课、公单一课都可以这样。那今天机会难得因
因为其实谢大哥，或许大概在民国90年之前，就大概就跟他认识，岁月悠悠，一定会一起长大哈。那当初去跟南星交流学习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觉得非常回味无穷，而且觉得成长很多的一段岁月哈。那段时间我们2个单位有共同合作的活动，除了学界的营队之外，我们其实私底下一些教育的理念哈，那包括人才教育班的这个资料，甚至现在的学界讲员培训班，其实后续我们都是去跟南星挖宝。其实南星在很多工作，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有一群庞大的伙伴，愿意脚步跨得出去，甚至前人辈也都很支持，所以不管在营队也好，或者是读经班、师团，甚至学界讲员的这个工作道路，其实南星都走在我们义和的前面，那我们都在后面跟学习他们的这个道路。那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多道路其实都是很有必要做的。上年纪大到老菩萨，年纪轻小朋友我们也都应该要教育。当我们遗忘了某一个区块，比如说我们遗忘了儿童就会断层；遗忘了青少年，我们青少年的道心就会断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道心能够大家都能够在道场的教育体制上都能够接轨。这是后学觉得很重要的。那早期推广这个读经，大家刚开始都是用儿童读经，对象就是儿童。那也用传统的方法，就是只是读经这个方式。那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其实有不同的声音慢慢的出现。有的单位透过读经班，他们其实道路越来越红展，对不对？他们不仅是小朋友在读经班，家长也带到读经班。不仅他们来到读经班，他们甚至怎么样，可以从读经班变成多角经营，家长班啊，有什么志工队，还有很多事情他们都推展出来。很多读经班的家长后来都求道，甚至成为道场重要的人才。所以或许觉得读经班真的不只有读经班。看我们如何把读经班来跟我们的前贤或有缘的大德做结缘。那有时候在想，我们推读经班的目的何在？推读经班的目的是让孩子读经，还是要让孩子透过经培养他的品格高尚？还是透过读经班，把中国传统文化、圣人的智慧继续流传在人间？还是透过读经班跟道的结合，让道的这个层次可以借由读经班进入人心？其实很多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是理念之外，我们如果执行的越来越好。其实现在的社会呢，经过这么多年来，我们社会发现，许多孩子读经大概读了国小4年、5年了，你就不爱来读经了。他会跟你讲出一句话：“好无聊。”因为我们真的就只有读经，有多少的人其实有专家去做研究，有多少人的那个性格个性，他真的只是来读经，他会一直喜欢，或者他觉得读经很有成就感，就是因为你给他贴纸或盖章，或者你赠送给他一点奖品，他真的愿意国小6个年头都来只是读经。所以慢慢读经的教育思维有一些扩展，它是不是只有读经慢慢改变？但也有人说，你如果你不坚持只有读经，我以为让他听故事啊，让他玩一些游戏啊，最后你讲挡掉的是，他以后来就只是要玩而不读经了。但是如果你只有读经，他就不来了。这样子得失之间其实要值得思考。或者记得小时候，前贤去入班，真的都很乖乖的坐在那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脑、PowerPoint的，对不对？
也没有发什么手册，浅显真的就是很乖乖的坐下来听班，而且听课的时间又很长，很早就入班，对不对？听到晚上6、7点可能才离班。那段时间其实讲师也不是说很专业的培训，手册资料也不是说非常的棒，可是我觉得印象小时候浅显都很精进，听课的态度都蛮好的。那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少了吗？这个一直都有人在提出这样的疑惑问。对呀，以前的浅显为什么可以那么单纯的听课，就可以留在道场那么多年，都不会觉得无聊？现在的我们好像不太一样哈，我们常会觉得他听啊听啊不够无聊。那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小朋友也跟我们提出同样的抗议？怎么你们的读经也这么无聊？这到底是我们的教法有问题了，还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还是真的假料吃了胆点料哈，这个粗茶淡饭的假的？也值得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审视一下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单位有读经班推得很成功，他们真的不只是单纯的读经，他们国内的大陆越开放，越开拓越开放，越来越好。他们甚至到国外去用读经的方式，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经真的很棒，打从心里面的感受到喜欢。所以或许觉得读经班如何经营，可以观摩人家这个南新田克读经班他们的一个发展成长的过程，好不好？书盘一件事物越办越大，就是团队能够越来越凝聚。第二个，团队会越来越倍增。如果各位学姐如果我们连凝聚的动能都没有，这个班能够持续多少年是值得为我们打问号。能够凝聚动能强，就是大家觉得读经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才会愿意拨出时间，拨出人力，动用我们的脑筋，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我们只是认为读经班其实是不容易推展成功的，这是第一个在心态上，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个共识，愿意把读经班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角经营，这是第一个心态上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我们办读经班办了很多年，我们的团队永远都这几个人在做，这样我们也会很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考倍增，倍增有2个方向，一个是工作的团队倍增，第二个我们的学员也倍增。那学员的倍增其实是儿童倍增之外，现在也有观念是青少年不会读经，青少年可以不可以来读经班？那浅显的不是不会读经，还是他们不是要来读经，他们是要来了解经的道理，还是经的意义、实用性？有一位或许不知道是哪个单位，他叫林荣者博士，林荣者。或许有一次因缘买了一本他的书，他叫做《青年8要》，给年轻人的8支钥匙。这本书就是他去火师团跟火师团的学生用《论语》为主，跟他们讲青年人面对的8大课题，包括影片包括一些讨论，包括伦理的主要道理。或许发现他那堂课讲得非常的细腻，很好，很成功。年轻人都有感觉，谁说读经是很无聊？谁说读经是没有用？那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去了解年轻人需要什么，为什么这些道理或这些教育的方式可以让他们觉得能够认同？我想，如果各位愿意去努力的思考这个问题，原来读经不是只有儿童可以读经，可能终其一辈子。我们都可以不离开经典，所谓的3不离的精神，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用经典？其实可以从小就接触经典。另外一个或许也是看到别的当中说，他们把那个唐诗300首，他们去哪里拿？那个人家都把那个唐诗一些诗画成画，
那个画卡图卡他们就让孩子去玩拼图。这个图卡要配哪一首诗去找。那因为诗很多嘛，他们是假如他找了100张，他就找了100首诗，让孩子去比对。随着他认得越来越准，就代表说，为什么这首诗跟这个图画有相关？那问小朋友这个画在画什么？他慢慢去了解说，原来小孩子可以通过画去了解唐诗他所要表达的一些画境意境。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喜欢孩子。孩子不只是读经他对于艺术、对于表达能力、对于这个故事的能力都会越来越提升。而这些能力其实也是学校学习多元能力所必要。所以我也讲这么多，其实要跟各位做分享。读经真的不是只有读经而已，它可以成为道务推展的很重要的一点。济公老师有讲道务搬到哪里，读经班就应该推到哪里。也就是先我认为读经班是推动道务很重要的环节。第二个，有没有可能用开荒的精神来推读经班？过去我们的读经都是道场的子弟来为主，后来随着社区读经班、亲子读经班的推展，有人成功的把读经班变成开荒的模式，这个也值得我们去思维。第三个，如何让读经班变成100%契合道场修办的一个精神，那个风范也是值得思考。原来每个读经班，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像道场一样，它是可以成全人的、度化人的，它可以利益众生的，有没有可能？这个是值得我们再去思考。当然，或许讲都是很高层次的理想，让各位做一种遥远的目标。我们有没有可能努力再努力，越来越把读经的这件事情越办越好？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或许要简单的介绍谢大哥。那或许当年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南新有学界市长，据说是杨佛尔前人归封的时候，市长跪在那个杨先生的灵堂前面，流下了这个感动的眼泪，滴下了一个红叶。无论如何要把南新的学界撑起来、带起来。这个故事当年我听的时候，或许就很感动。民国90年那一年还是91年那年，我觉得带着我们义尔4位大学生的伙伴一起去跟南新交流的时候，那一天的无尽灯之夜，让或许从头流眼泪流到后面。所以当大家都去睡觉的时候，或许你可能知道怎样拿上面的火去跟仙佛唱。原来我们义尔也缺乏了南新的世俗。我们也曾经有4位非常重要在学界努力的干部，当然我们因为一些风波，我们大家这个心不够坚定，整个学界的道路越来越向下沉沦。那经过那一次之后呢，我们或许才开始跟大家几个重要伙伴再重新商讨，如何从南新的精神、市长的精神，再度让我们义尔学界再度站起来。或许也很感恩崇惠理任的后来愿意接棒，学界到现在这个大务市场都还能够承续下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2代，我们的年轻伙伴都愿意回到道场来同修共办。那这种精神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延续的，学习效法的。那谢大哥他们市场的精神到现在都是后续一种慢慢道路的动力。真的呢，跟谢大哥说声谢谢。那另外谢大哥他一个人不是他一个人他个人也国外的开荒工作做得很好他在印尼他们的国外的道路也相当的红展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也许有一天我们请谢大哥来分享他们在印尼开荒的一个过程，人家是怎么一步一脚印，让在国外的一片道场越来越落实，越来越好。现在的道务办都是团队化，通常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我们如果透过团队的凝聚，让我们的道务越来越好，是值得我们义尔跟南京学习。在这一块，当然也有个道场也值得我们学习。
或许希望大家愿意眼光往外稍微多看远一点，看人家成功的关键在哪个地方，见贤思齐，让我们也能够跟人家一样，可以把大务办得不错，也能够了了我们自己的愿，其实我们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了愿，不是吗？好，那最后就是我们要感谢天贵读经班那么多伙伴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做分享，那也请各位大家尽量的跟他们挖宝能够取到多少的这个宝藏带回自己的读经班那我们尽量的运用，那后续又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感谢点灯师慈悲前道一鞠躬，婚道一鞠躬，再次感谢点灯师慈悲。那相信我们点灯师介绍了我们的谢讲师这么多的经历或许已经蛮亲戚，但想要来挖宝的，那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谢盈全谢讲师。请讲师慈悲前道一鞠躬，婚道一鞠躬，讲师好。讲师好。大家请坐下。讲师早安。也遭到上天老祖的慈悲，我们祖师爷的弘慈，我们师父大德，我们可以各位老前辈们开导的土星，我们回到前开荒台湾的新老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周贤人慈悲让拓学有这次的学习机会，也感谢我们严老师来跟拓学多慈悲普照。今天呢，拓学非常高兴，我们来到我们义和圣堂，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我当初拓学带着我们南新的学姐伙伴呢来这边跟我们这边的大专、高专的学生呢混了几年的时间，在我们义和圣堂这边所以说应该是说上上下下房间、厕所然后跑过好多间的可是或许觉得今天回来就是一种非常温馨的一种感觉非常感谢我们周先生慈悲，我们严点的是慈悲的，或许有这样学习的机会。那也感谢各位伙伴今天拨这个时间呢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让我们天伟读经班的各位伙伴呢来这边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今天或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非常特殊的那个课题读经班不只是读经班那这个镜头这个照片呢就是或许的家。拓学的家是在高雄市府内区田尾里长龟里，在那个长龟川。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后面穿黄色衣服的各位伙伴呢，他们的前面胸前就是田尾亲子读经班，很多人看到你阿弟中华来有人不要跟我们就在这旁边而已。所以说呢，大家都觉得说我们田尾读经班呢是在高雄湖内区离这边车程大概40分钟而已，欢迎各位学姐有空过来这边跟我们多慈悲普照。或许先简介一下我们读经班的团队，我怕这个档案太大，我看还是其他的。对不起我们这个档案有点大所以说可能这个普通的手提电脑我在家试的时候也是一样不好意思。